歡迎收睇無線7點半1小時新聞，我係彭建華。今晚嘅主要新聞有：中證監指富途、路虎同長橋證券喺境內非法經營證券業務，依法作出嚴厲處罰。中國證監會對路虎證券、富途證券同長橋證券喺境內非法經營證券業務，依法作出嚴厲處罰，將沒收違法所得。中證監並提出2年內全面取締非法跨境經營活動。有證券業人士相信，中證監希望內地居民經正規嘅渠道進行境外投資。中國證監會宣布，路虎證券、富途證券同長橋證券喺境內非法經營證券業務，違反中國證券基金期貨法律法規，破壞市場秩序，必須要堅決予以打擊。依據相關規定，中證監決定沒收路虎、富途同長橋境內外相關主體全部違法所得，並依法嚴厲處罰。受到消息拖累，路虎同富途喺美國上市嘅股份，市前交易時段曾經下挫3到4成。路虎回應話，將會嚴格按照監管要求積極配合。長橋話會認真落實各項整改工作。富途話早前已經停止為內地客開戶，強調對造假開戶零容忍。另外，中證監聯合多個部門提出整治方案，明確2年集中整治，全面取締境外證券期貨基金經營機構非法跨境經營活動。根據方案，設置2年集中整治期，清理非法現有業務。期間禁止境外機構為既有嘅客戶喺境內再提供買入、轉入資金等服務，只係允許單向賣出交易並轉出資金。而整治期滿之後，境外機構要全面關停境內網站，禁止為客戶喺境內非法提供交易等服務。方案強調，投資者嘅財產安全唔受整治影響。部分券商早年喺未經批准之下喺境內招攬客戶，通過網站、應用程式向境內投資者提供境外股票等開戶同交易服務，嚴重擾亂中國金融市場秩序。中證監喺2022年年底已經明確有關活動屬於非法，依法對富途同路虎等境外券商非法跨境經營開展整治工作同取締。有市場人士認為，今次整治針對嘅係境外機構非法跨境開展業務。中證監希望內地居民用正規渠道喺境外市場投資。香港券商亦都話唔使咁驚嘅。咁啊，如果啲境內嘅居民有香港或者其他外國不同嘅銀行戶口，咁啊，相信佢哋都會好容易開得到香港嘅股票戶口嘅。嗰啲散戶買落嘅股票，亦都未必對香港會有即時嘅重大影響嘅。咁啊，因為都俾2年時間佢哋去走啊，唔係話短時間。佢話：內地投資者仍然可以通過港股通、合格境內機構投資者即係 QD 同埋跨境理財通等合法渠道開展境外投資。無線電視記者李寶善報道。